你仲以為黑絲襪只係代表性感？如果你仲係咁諗，你嘅品牌離死亡咧都唔遠㗎啦。之前有個牌子賣599蚊，點知因為佢文案暗示女性要靠美色上位，結果搞到咧全城抵制。點解？因為時代變咗啦，而家唔係有流量就大晒。如果你仲係用緊嗰套製造焦慮或者物化女性嘅招數咧，喺現代嘅女性眼中，呢啲唔單止係 low，直頭係一種嘅冒犯。以前啲廣告咧最中意話你唔夠瘦啊，唔夠白啊。但係而家咧，聰明嘅品牌係絕對唔會幫靚落定義嘅，而係會賦予力量。唔好再講咩筷子腳或者 A4 腰啦，你要將絲襪包裝成佢嘅第二層皮膚。你嘅文案咧應該係咁樣講嘅：就算呢個世界對你唔友善，但係我都會陪你一齊逆境成長。呢啲先至係現代女性要嘅價值認同。點解要做得咁麻煩啦？因為背後咧有3大嘅紅利嘅。第一，品牌升溫。等消費者咧由買嘅功能變成對你呢個品牌嘅有感情。第二，避開公關災難，踢走晒啲性別歧視、物化女性嘅地雷，你嘅品牌自會行得穩。第三，提高客嘅單價。當你賣嘅係尊嚴同埋自由嘅時候，唔好話599啊，再貴啲都有人肯俾錢，因為佢哋買嘅係自己。嗱，各位行銷人即刻翻去 check 下你哋嘅 sales stock 同埋廣告稿，刪走晒所有令人覺得焦慮嘅字眼。嗱，記住啊，女性覺醒咧係而家最大嘅紅利。如果你跟唔上呢個浪嘅話咧，你嘅對手係絕對唔會等埋你嘅。好片記得俾朋友